摸这儿，摸这儿，有感觉吗？有，这里，有，队长，咱们保安还讲究这个吗？这个是我的个人爱好，是我个人爱好啊！真顽皮，队长。我吧，那个这1年多是没有锻炼啊，这个肉是有点松，但是我因为恰恰意识到了。咱们保安这个职业是伟大的啊！他那个身材只是用来唬人的，主要看身手。队长，身手啊！我给你来一下子。哎呦嘿，好，不错。队长，你看我，不错啊！我呢，从小就周游欧洲各国，什么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，哪个国家我没去过？那些大型的典礼我都参与了，那些保镖我全见过，都见过。我跟你说啊，至于那个黑手党，铁哥们儿，铁哥们儿。队长，你这样看咱们应聘，别了，兄弟，我这里都是菜市场的小保安，1000多块钱1个月。不是队长，那个队长，你再考虑。要不这样，聊点别的呗？啊，好不好？不，好啊，那别了，队长，你再拍我出去了啊，队长，我得出去了，我就不行了，这个留个电话给我呀，队长，闭嘴！哼，臭流氓，我牛宝宝，你还以为你是叶家三少吗？还什么意大利黑手党？你真是个鬼呀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叶波。大哥，放手！我少了这1年多的时间，你跑哪儿去了呀，大哥？我可找着你了，这1年多你跑哪儿去了，大哥？放开我！不。